弟兄姊妹平安，好耐冇見，15個月離開咗香港15個月，去咗加拿大，帶住5個細路，15個月急不及待咧，好想翻嚟過新年，所以咧都7張機票都要買㗎啦，咁樣。咁7張機票翻嚟過個零月，嗰度就冇乜啖好食嚇，加拿大。呢度咧真係美食天堂。咁除咗食，其實好掛住大家，唔係客套㗎嚇。我唔敢包係每個星期嘅崇拜，但係起碼9成以上嘅上宣崇拜我都聽到即係睇直播嘅。所以你哋發生咩事咧，係我都好清楚知道。咁所以咧，好懇求教牧同工執事再講多次，唔好 cut 崇，唔好 cut 直播嚇。咁俾我哋啲即係喺海外嘅人咧，咁可以咧繼續可以搖佢即係連結上宣嚇。幾日前先落機嚇，咁冇咩好得過咧。第一個主日就翻嚟咧，可以即係講道，多謝史牧師，多謝教會嘅安排。今日長青早午堂。下星期源頭有你青少年崇拜，所以咧，一次過即係好餓啊！我侍奉嘅即係都好餓啊，所以心情都好激動下咁樣。今日想同大家思想個課題咧，係我繼續同大家咧去思想咧你哋嘅教會嘅年題。萬物嘅結局近了係乜嘢啊？長青嘅寶寶好齊心㗎嚇，彼此相愛，彼此切實相愛。咁我繼續咧，好想同大家思想彼此相愛。咁有啲同行知道，我翻嚟香港講翻彼此相愛呢個課題，就私底下我喺加拿大去揾我，就係話：喂，你點講啊？咁樣，因為呢個 topic 已經講到爛晒嘅，彼此相愛做咩好講啊？冇嘢好講㗎咯喎嚇，即係其實。一個好 common 嘅課題，一個間教會都會講嘅課題，係嘛？連結每間教會有邊間教會唔呼籲呢？咁樣我哋而且踏進2月啦，就快去到一個新嘅課題。我唔知道弟兄姊妹你都過咗1年啦，你喺彼此相愛呢個課題入邊，你領受咗啲咩呢？彼此相愛，你喺實踐上面有咩突破呢？咁樣，抑或咧，其實咧都仍然係一個口號，仍然咧都係教牧同工一廂情願嘅呼籲咧咁樣。彼此相愛究竟係一個命令，抑或呼籲啊？命令，你哋都識講係命令，因為點解啊？約翰福音耶穌講嘛，我有條新嘅命令，要你們彼此相愛。不過弟兄姊妹諗下，愛喎，相愛喎，我點樣命令你相愛啊？我點樣用命令你逼你去愛啊？我哋都聽過一句說話叫做勉強冇幸福。講到愛呢樣嘢呢，如果我要命令你，用命令你要順服，你要愛我或者你要彼此相愛，其實呢個就唔係愛㗎啦。你諗深一層，所有嘅愛都係喺自由嘅意志底下，甘心情願嗰種愛先係愛嘅。你強迫佢愛呢，就唔係愛㗎啦。咁所以其實呢，其實愛係一個好難被命令嘅課題嚟嘅。一勉強你呢，其實嗰啲就唔稱得上愛，嗰啲極其量叫做夾硬相愛嘅啫，夾硬扮相愛。我唔知道弟兄姊妹，其實你覺唔覺得上宣好彼此相愛呢？你嘅群體好彼此相愛呢？咁樣，咁究竟係彼此相愛啊？其實亦話係只係以禮相待。我會同你講早晨。主內平安咁樣，咁其實都係敬而遠之，其實未有耐去到相愛。最擔心係咩呢？你以為自己彼此相愛咗，但係其實你諗下，相愛係一個好高難度嘅嘢嚟嘅，係一個好難做得好、好難做得到嘅課題。上宣其實向緊難度挑戰，
即使呢個彼此相愛嘅課題有幾 common 好普遍嚇，經常都講，但係係一個好難做嘅課題。唔好講愛啦，淨係每星期牧者叫你嚇用親切嘅眼神望下大家咁樣，你勉唔勉強啊？唔勉強，我叫你揾7個就勉強噶啦嚇。你連呢樣嘢都可能勉強嘅話咧，更何況喂愛喎？所以咧，首先我想第一樣咧，同大家去講咧，或者試下思想嘅就係咧，唔好以為自己識愛先。我哋未有耐去到愛呢個層次，我哋仲有一段距離。嗱，既然人與人嘅相愛係一個命令，但係我哋又唔想勉強，但係我哋又唔想虛偽咁樣扮相愛，咁點做咧？咁樣。咁今日咧，我就好想同大家去思想咧，其實係神點愛我哋嘅。其實彼此相愛，通街都可以有嘅。咩意思咧？就係佛教徒可以彼此相愛，伊斯蘭教群體可以彼此相愛。你返工個公司嗰個部門嘅同事可以彼此相愛，即使佢哋咩信仰都好。你嘅屋企人有冇基督教信仰都好，你都係彼此相愛。但係我哋基督教信仰嘅彼此相愛有咩獨特性啊？唯有係我哋知道上帝點愛我哋嘅話咧，其實用嗰個愛嚟係去愛我哋，先至能夠揾到真正嘅愛嘅原動力，或者我哋愛嘅時候咧，先至能夠係用緊神嘅方法，而唔係引緊人嘅方法咁樣。我揀嘅經文咧係何西阿書，一個12先知小先知書嘅第一卷何西阿書。點解用何西阿書呢？因為我知道教會嘅講壇主要用新約，咁我就避開唔講再新約啦。新約大家都好熟啦，我就講舊約作為一個補充。第二個原因揀何西阿書嘅原因呢，係因為愛呢個命令呢，雖然你好似感覺係新約約翰福音、約翰一書將佢發揚光大，係咪耶穌嘅命令？但係其實你要知道，耶穌喺新約時代去提出彼此相愛，叫門徒彼此相愛嘅命令係基於乜嘢呢？係基於舊約聖經，係基於舊約嘅基礎。所以無論新約作者耶穌基督門徒，佢哋講彼此相愛嘅時候呢，佢哋都係坐落喺幾千年耶和華對以色列民嗰個嘅愛情歷史嘅脈絡底下講彼此相愛嘅。佢唔能夠脫離舊約神同以色列人之間嘅愛。不過最衰係咩呢？就係舊約聖經成日都俾我哋印象就係上帝好似好嚴苛，唔係好愛，因為咁都冇得講，因為咧舊約聖經太長嘅篇幅係鬧人啦嚇。即係何西阿書其實好多都經文都係鬧以色列民嘅，但係唯獨呢4節咧佢透露到耶和華對人嗰種愛情透露到出嚟。咁我就揀咗呢4節經文咧，就同大家去思想。何西阿書係南國北國仍然存在，未有耐亡國，但係其實個屬靈狀況已經爛透嘅日子啦。所以呢4節咧，其實好寶貴咁樣咧，俾我哋能夠明白上帝對以色列民嗰種愛情係點樣嘅咧咁樣。咁我試下睇或者我再同大家讀呢4節啦。以色列年幼嘅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先知越發招呼他們，他們越發走開，向諸巴力獻祭，給雕刻嘅偶像燒香。我原教導以法蓮行走，用膀臂抱着他們，他們卻不知道是我醫治他們。我用慈繩愛索牽引他們，我待他們如同人放鬆牛的兩腮夾板，把糧食放在他們面前。首先我哋睇第一節嘅時候呢，我哋發現佢用年幼呢個字，以色列年幼其實係一個擬人法，就係用一個細路仔成長
嘅階段去比喻一個民族嘅歷史。咁咩意思啊？就係其實以色列人未有耐成為一個國家或者國度嘅時候咧，未即係仲係散修修，仲喺埃及做緊奴隸嘅時候咧，嗰個情況嘅階段咧，上帝已經愛佢哋啦。你留意下經文用愛喎，我愛他。嗱，呢度咧在座都有100人以上，呢度100人以上有100個以上嘅唔同對愛嘅定義嘅喎。你認為呢就係愛，但係你隔離嗰個認為咁樣先叫愛。其實有好多唔同種種嘅定義。不過我哋試下睇經文，就嘗試放低我哋對愛嘅理解。咁我哋睇下經文，其實耶和華係點愛人嘅呢？答案就喺下半節，就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嗱，我哋思想下呢，其實愛係乜嘢呢？愛其實係揀選、釋放以色列民，遷進一個地方 ，free from 佢奴隸嘅身份，遷進去佢嘅國度入邊。嗱，我試下解釋下。耶和華對以色列民嘅愛呢，係揀佢出嚟做自己嘅仔，收納以色列民成為自己嘅兒子。請問兒子其實即係咩意思呢？咁樣，今日你諗起仔、兒子，諗起乜嘢啊？咪諗起屋企嗰個唔生性嘅仔咯。或者係諗起即係佢又唔知闖啲咩禍咯。但係古代嘅以色列民一講仔，佢哋諗嘅係承繼產業嗰個，佢係將來承繼我產業嘅嗰個身份。所以耶和華愛以色列民，就係喺眾民入邊揀咗佢成為自己嘅仔。意思就係話咧，呢班以色列民係承繼佢自己上帝嘅產業嘅一個咁身份。承繼咗啲咩產業咧？其實好多㗎，應許啦，佢嘅律法啦，佢嘅約啦，個地啦，好多好多承繼咗。所以其實呢度嘅重點係講緊上帝嘅愛。係首先係作揀選，然後呢個揀選帶嚟一種解放、解脫、釋放 free from 一個從奴隸嘅身份，去遷進 free to 或者 for 啦嚇，去成為咗神嘅仔女。嗱，我哋要留意咧，舊約聖經好得意嘅，愛咧係會將揀選同埋出埃及嘅歷史連埋一齊嘅，尤其係申命記嘅作者。個神學係好清晰嘅，《申命記》4章佢咁講，因為佢愛你嘅列祖，嗱又用愛字啦。愛點啊？就係揀你哋嘅後裔，用大能親自領你出埃及。愛、揀選同埋拯救。第7章就係耶和華專愛你哋，愛你哋有咩表現啊？就係揀選你哋。只因為耶和華愛你哋，就用大能嘅手去從為奴之家脫離埃及法老王嘅手。愛、揀選、拯救。第10節，當經文又用愛呢個字嘅時候咧，都係講緊揀選，揀以色列民成為咗自己嘅仔，承繼咗自己即係嘅產業。嗱，我哋試下咁樣去思想下。我哋話今日要彼此相愛，人與人之間要彼此相愛，我哋就要學下神係點愛我哋。咁我哋首先要對上帝嘅愛要定義得好少少，要定義得準嘅喎。如果你對上帝嘅愛定義得唔準呢，你就出事㗎啦！你嘅屬靈生命係出事嘅，因為你以為上帝係咁愛。但係你往往喺生命入邊經驗唔到，你就感受唔到嗰種愛。嗱，我唔知道在座弟兄姊妹咧，你感唔感受到上帝嘅？
你經唔經常好感受到佢，或者你感受到好愛你？咁而當乜嘢時候你會覺得係啊，神幾愛我啊？又或者乜嘢時候神係幾做咩咁唔愛我嘅咧？咁樣係咩情景咧？都係基於你點樣定義佢嘅愛。嗱，好多時候啦，我唔知係你係咪，但係一般而言咧，其實就係因為基於你人生有幾暢順，你人生條路幾順，你就覺得神幾愛你。話神俾我一份好筍嘅工啊！哇，即係唔使點做就咁高人工，神真係好愛我。隔離嗰個咧就病到56色，我仲可以冇病冇痛，神好愛我，呢個擺喺心底啦嚇，唔好講出嚟。又或者我啲仔女出人頭地嚇，月入4-5萬嘅，咁隔離嗰個又唔係咁樣，咁神幾愛我嗱？有少少係將自己個際遇啊同神嘅愛掛鈎咗，但係當相反你嘅人生唔係太順嚇，唔係咁順暢，成日都窒住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神唔愛你嗱。如果假如你係有咁嘅即係睇法嘅話咧，其實你可能經驗緊嘅上帝咧，你係揾緊一個功能性嘅上帝 （functional God），佢係有功能，即係賜福俾你，幫你擋殺，風調雨順，合家平安咁樣嘅上帝。但係你睇返聖經，聖經講嘅愛咧係講緊關係 relational， 佢唔係 functional。即係如果你信咗主咁耐，你成日都唔係好經驗到上帝嘅愛嘅話咧，你不如試下，當你返去祈禱、安靜、讀經、靈修嘅時候咧，你同神唔好交代咁多你嘅際遇嘅嘢，唔需要佢知嘅，佢咁勁，佢知晒。你個同佢嘅關係唔好基於你際遇啊，你要求嗰樣嘢，你幫我解決呢樣嘢，嗰種功能性嘅關係，而係可能你嚟到神面前好簡單嘅啫，就係主啊，你揀我，你攬實我，你醫治我，你睇實我，你包底。我哋嘗試將我哋同上帝嗰種禱告關係啊，或者係感受佢愛嘅關係咧，擺翻唔係功能性，而係一種關係性入邊。因為佢嘅愛係召我哋或者召以色列民出嚟做仔，係身份嚟嘅。正正因為呢個身份呢個關係咧，其實呢個先至係上帝嘅 love language 啊。現代嘅 love language 係講緊我哋知道對方嘅 love language， 然後送佢係中意收禮物就送禮物俾佢，然後我哋調翻轉，我哋理解上帝，要理解上帝愛我哋嘅言語係咩，我哋吞翻去教翻正，去感受翻上帝嘅愛咁樣。嗱，呢個練習放低嗰種叫做乜嘢啊？放低嗰種功能性，而係進入種關係性，要練習嘅，要操練嘅。譬如第3節其實咧都係講緊一種關係嚟嘅。以法蓮即係其實你當以色列咁樣去理解咧，即係佢有時會將一個支派當成成個嘅宗族咁樣去。佢原來上帝教以法蓮或者以色列咧，佢行路啊，教佢行路，佢仆親嘅時候攬住佢，佢受傷嘅時候醫治佢。呢啲係咩人做㗎？父母咯。咁咪就係仔女成長照料同行嘅時候做，其實都係講緊關係嚟嘅，都係一種關係嘅愛。呢個練習係重要嘅。而第2節咧，佢咁講嘅，先知越發招呼佢哋，佢哋就越發走開，向諸巴力獻祭，給雕刻嘅偶像燒香。呢一節經文咧就好體會得到咧，其實我哋因為人嘅罪性同埋我哋嘅人性咧，我哋會傾向要去揾一個功能嘅神明嘅，而係會離開一種關係嘅上帝。
呢節經文咧，其實原文就冇個先知嘅字嘅，但係因為一啲文法上啦，有啲譯本都索性都明白，其實係講緊神想繼續咁樣去搲住以色列民，但係越搲就越走，越叫就越走，越想愛呢班以色列民，以色列人就越叫就越走，就走去拜巴力。所以有啲譯本就係索性將他們或者先知就改成我，但我越發呼叫佢哋，佢哋越發去離開我，向巴力去燒香咁樣。呢一節經文入邊咧，其實咧好好咁樣去表達到咧，其實當你要愛一個人嘅時候咧，佢可以越你愛佢啫，佢可以越叫越走嘅。咩意思咧？就係其實愛個不能勉強嘅位就係，當你要進入一種愛嘅關係咧，愛就要冒風險。個風險係咩咧？就係你愛佢唔代表佢要愛你。你會好明白，無論係可能你嘅配偶，或者以前嘅男朋友、女朋友，或者甚至係你仔女，你想愛佢啫，佢會越叫越走喎。呢個就係嗰種愛嘅不能勉強。我記得以前我初信主嘅時候咧，我記得細個有個導師咁同我講，我記到而家。佢就話一個創天造地全能嘅上帝，世界上有啲乜嘢係佢唔能夠擁有嘅咧？佢唔能夠得着嘅咧？一個咁勁嘅上帝，成個世界都佢而嚟嘅。有乜嘢係佢唔能夠話想得着就得着到嘅咧？聖經話噶嘛，佢說有就有，命立就立。佢話天係佢嘅座位，地係佢嘅腳凳。一個咁勁嘅上帝，有乜嘢係佢想擁有但係可能擁有唔到嘅咧？就係人嘅愛。點解？因為佢願意喺創造入面俾個自由 free will 人哋。佢創造人嘅時候，佢唔係創造個機械人，就係 set 個 program， 就係你要愛我，咁你 ChatGPT 都可以嘅，即係 AI 你都可以請你講啲嘢愛下我啦，佢都照交貨㗎。咁點解有啲人同 AI 結婚就係咁解？但係嗰啲都係電腦，但係當佢創造入邊，當佢我估嘅啫嚇，即係我唔喺創造入邊，我未出世，我都係被創造啦。但係我估計，當上帝創造人嘅時候，俾唔俾自由意志佢咧？佢一俾自由意志人類，佢就要冒風險喎。個風險就係呢班人係選擇可以走嘅，佢選擇可以唔愛翻上帝嘅，因為呢個就係自由，而愛就係自由底下先去愛噶嘛。當勉強你就唔係愛噶啦，而上帝創天造地嘅上帝最未必能夠得着嗰樣嘢，就係我哋打從心底入邊對佢嘅愛，佢未必能夠可以得着。而當人喺佢自由意志選擇嘅時候咧，佢有機會佢唔選擇用關係作為 love language 俾佢嘅上帝耶和華，而係走去功能性嘅巴力。因為巴力點解？因為點解巴力？因為係巴力係降雨㗎嘛，喺當時。而以色列人住嘅地方唔係嗰啲咩尼羅河隔離，又唔係住喺米撒不達米亞嗰兩河流域隔離，佢唔係住喺啲大河隔離，佢就要靠雨啊，佢要靠雨水去先至可以有得食啊。咁佢驚嘅時候，佢就要揾功能嘅神明啦，就寧願就拜巴力，因為佢降雨。但係佢卻係放棄咗咧，即係個關係嘅上帝。喺雅歌入邊咧都有類似咁嘅講法，不要喚醒，不要挑動愛情，等它自發。都感受到嗰種愛情愛嗰樣嘢咧，其實嗰種不能勉強嘅位。點解我一開始話咧，即係上宣呢個年題彼此相愛係向難度挑戰呢？連上帝咁創天造地嘅上帝，佢都未必能夠得着到人嘅愛。
我哋有冇可能憑1年、2年、3年嘅年題就可以令到大家彼此相愛呢？咁樣好難，非常之困難。教會鼓勵弟兄姊妹彼此相愛 ，connect with church， 更加連結。其實你可以越結越走嘅喎，連神自己都喺得着以色列人嘅愛方面都未能如意嘅話呢，神喺歷史上你知唔知做咗幾多嘢喺以色列人身上？佢做咗好多好主動立約啦，應許實現啦，10災啦，分紅海啦，賜嗎哪啦，律法啦，約櫃同在啦，趕出迦南人啦，賜迦南地啦，佢都賜雨水，賜豐收，差派士師先知，賜王，聖殿同在，做咗咁多嘢，以色列人都可以去走去揾巴力嘅，所以連神佢都面對一種愛嘅風險，所以其實教會都經常會面對好多會眾離心啊，即係歸屬感唔夠啊，未必投入到教會咁樣。所以唔好講話連結啦，其實咧人可能都想走咁樣嘅感覺。唔單止唔能夠即係更加相愛或者更加連結，或者現實係可能好難箍到人咁樣。咁點算呢？咁樣正就係因為咁，所以我哋先至去學下上帝點愛嘅。佢用咩方法嚟係去挽回我哋嘅愛呢？咁樣，所以其實好難嘅。每個月搞一次春茗都搞唔掂嘅嚇。不過好在感恩，我可以喺呢段時間參與到春茗咁樣嚇，啱啱好。但係我都會去嘅，就算有一次都要去嚇。嗱，我哋而家試下向上帝學下嘢，偷下師。上帝係耶和華係點樣去面對以色列人嘅拒絕？佢會點回應嘅？重點就係第4節。第4節就係神用嘅方法。神嘅用嘅方法係慈繩愛索。我用慈繩愛索牽引他們。我待他們如同人放鬆牛嘅兩腮夾板，把糧食放在他們面前。嗱，慈繩愛索好熟啊，因為多謝基恩敬拜啊，佢哋嗰首慈繩愛索唱到街知巷聞。咁但係乜嘢係為之慈繩愛索咧？咁樣咁可能唱完之後唔知咩嚟㗎，唔知。但係因為嚟自呢個經文咧，我哋睇晒成節，其實係講緊農耕社會用牛嚟耕種嘅圖畫嚟嘅。原文係冇個牛字嘅，但係其實上文下你都知道，其實講緊即係農夫去即係順服緊一隻牛，用牛耕種嘅圖畫。農夫就係比喻耶和華神啦，而牛就係比喻以色列人啦。我諗我哋早午堂嘅弟兄姊妹睇大家年紀應該冇落過田耕種係嘛？咁至少我冇啦。但 Anita 都話零頭，咁冇啦嚇。我講下笑，唔係因為長青弟兄姊妹係真係有噶嘛嚇。咁我今朝同你講，我都冇，我都係用 common sense 或者去理解，因為我哋冇第一身嘅經驗，我哋對呢啲比喻好陌生嘅。我哋唔知講緊乜嘢，咁但係你可以想象下，如果你有一畝田咁樣啦嚇，你要鬆土喎，你點鬆啊？你用自己喺度鬆啊？一路鋤，你15分鐘你條腰斷㗎啦。喺加拿大咧，有個法例咧，就係你後花園嗰啲草咧，你唔可以高過15 cm。一高過15 cm咧，有機會俾人告咧，就有收告票咁樣。咁所以咧，你夏天嘅時候咧，哇，斬下1個星期又出嚟咧，又要剷草啦。你點剷啊？你買把鐮刀喺度剷啊？冇可能嘅事嚟㗎。你一定用剷草機㗎，一定用工具㗎。咁你好想像到，其實當時農夫係需要一隻好聽話嘅牛去幫佢做好多嘢，或者咁講。農夫要
或者有時有啲新嘅牛加入嘅時候咧，其實你要同佢建立關係，你要同佢有種信任嘅。你唔能你而呢一種比喻咧，其實第4節就係用緊呢種嘅比喻，就係農夫同牛之間關係，就係牛就係比喻以色列人，而農夫就係比喻耶和華。但個問題就係咧，當你即係農耕社會嘅時候咧，你係最緊要就係你唔係隻牛幫你喺度用佢嘅力，而係你希望佢行個方向，你要行得啱就得㗎。即係如果我要鬆呢度，你要佢走去行嗰度，真係搞唔掂嘅。所以唯一能夠可以引個方向嘅咧，就係條繩啦。用條繩嚟係，雖然我唔知點做啦，總之條繩就係能夠可以去到方向嘅。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呢個嘅比喻就係講緊農夫面對緊一隻係越叫越走嘅牛啊！農夫想順服佢，但係呢隻牛唔俾農夫順服。佢係講緊一個咁嘅圖畫，一個咁樣圖畫嘅時候咧，俾你會點做啊？隻牛係唔聽話，咁你會點做啊？用條粗啲嘅繩箍緊啲，唔用粗嘅繩，用鐵鏈啦嚇。咁啊，我睇啲 YouTube 都好慘嘅，因為啲牛咧真係可以整到啲流晒鼻血，都繼續要做。再唔係咧，就係夾實佢個板或者個軛，令到佢即係順服咁樣。係咪咁做咧？梗係唔係咧？神係用慈繩愛索啊！佢用慈繩愛索呢個字就係一個人嘅繩或者愛嘅索，其實講緊一個嘅即係一種溫柔，甚至嗰個軛或者嗰個夾板係令到隻牛係唔舒服㗎，因為要訓練佢或者要控制佢咧，係會戳住佢個條頸啊、腮啊，而唔係繼續大力啲啦。即係呢隻牛唔聽話，硬佢兩腳啦。而上帝用嘅方法係放翻鬆條繩，放翻鬆個夾板。唔好啦，停一停先。佢屈身去餵佢食嘢。一個乜嘢意思呢？就係上帝點樣得着人嘅愛呢？就唔係用佢自己嘅強權暴力嗰種操控，而佢有能力㗎嚇，而佢冇選擇咁樣做去得着人嘅愛，而係用一個咩手法呢？我會稱之為吸引。神面對人嗰種唔願意，神唔係再用命令，神唔係再用一個壓制，而係用吸引。嗱，吸引咧係同命令係兩個層次嘅嘢嚟嘅。喺以前做中學老師，或者喺上宣以前喺牧養青少年少年崇拜咁樣，最想係咩咧？最想就係啲學生上堂唔瞌眼瞓啊嘛，上堂專心聽書，你問佢又答咁樣。最想呢班少年人做咩咧？崇拜就唔好瞌眼瞓，唔好睇手機。咁你可以用命令嘅喎。好，崇拜前5分鐘收手機，攞晒出嚟。仲有第2步啊？咁啊，即刻的佢出去咁樣訓話咁樣。你可以用好多嘅規條再壓落去，崇拜唔可以遲到，遲咗到就冇得入嚟，或者你可以再用好多好多唔同嘅命令啊，即係嗰種方法嚟去逼到佢哋有種短暫嘅專心。但係你知佢哋心裏面好咩啊？好唔強㗎，你係得罪唔到佢哋嘅心。所以命令係一定唔夠吸引咁高層次嘅，即係意思就係咩咧？你要班學生聽你講聽書，你要啲青少年即係願意即係專心崇拜，其實就係用吸引。就當然唔係我吸引啦，我冇乜好吸引力啊。我意思就係咩咧？講道講好啲咯，即係你起碼有心機預備咯。又或者崇拜詩歌就練習多啲，即係或者你用啲燈光啊咩都好啊，係讓佢哋被吸引放低手機去專心去敬拜，或者
或者都唔係淨係用呢啲咁嘅層次嘅，或者係喺個群體入邊，讓佢哋繼續被上帝吸引。咁如果用呢個方法嘅話呢，亦都係上帝去愛以色列人嘅方法。神慈繩愛索係講緊神用嘅係吸引，而唔係一種命令。基於何西阿書11章嘅1至4節呢，我都帶給俾大家呢，即係一啲嘅重點，同埋呢以下呢，我都會作多少少嘅反思，總結一下我講啲乜嘢啦。第一，我哋去學習彼此相愛，我哋要從上帝愛人嗰度去學習。我哋首先去 tune 翻個 channel 先，我哋感唔感受到上帝嘅愛啊？我哋會唔會捉錯用神？上帝唔係咁愛，但係我哋覺得佢係咁愛。神嘅愛係乜嘢？係揀選，係釋放，係一種關係，而唔係一種功能。首先我哋先懂得去被上帝愛先，收到上帝嘅愛先。第二，我哋要知道我哋嘅人性罪性，我哋係會越叫越走嘅。我哋人性罪性，我哋會傾向揾啲功能嘅上帝、功能嘅神明，佢幫到我，我就更加覺得佢愛我。但係上帝當給予人自由，願意為咗得着真正嘅愛而冒上風險，呢係第二。第三，上帝點樣回應呢種以色列民嘅拒絕呢？佢用嘅係慈繩愛索，溫柔嘅吸引，而唔係強權操控，吸引我哋回轉歸回。嗱，如果咁嘅信息入邊呢，對於我哋今日話我哋要彼此相愛，除咗剛才我提出一少少嘅反省之外呢，我哋仲有啲乜嘢可以啟迪呢？咁我會覺得有2點大家可以再思想。第一，彼此相愛呢，我哋要首先成為一個被愛嘅人先。第二，彼此相愛嘅教會呢，係要成為一個讓人繼續可以喺入邊被神愛吸引嘅教會。我先解釋第一點啊。當我哋教會呼籲或者去推動弟兄姊妹，我哋一齊彼此相愛，你好自然諗到嘅就係點樣去愛啦。我點樣繼續付出多啲愛？我點樣去 to love？ 我點樣去有邊個到我篤眼篤鼻，我試下愛佢啦咁樣。你係諗呢個方向嘅，但係我哋好少諗彼此相愛嗰種 beloved 被愛嘅嗰個角度。我哋成日都諗點樣愛啦，繼續行多步去愛啦。但係有冇諗過，其實我想愛你啫，你都唔俾我愛，咁我點愛呢？所以首先第一樣就係我哋要識得被人去愛，開放我哋自己。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冇一個懂得彼此相愛嘅人呢，係從來未經驗過被愛嘅體驗。一個識得彼此相愛嘅人呢，佢一定識得點樣去接收愛。你如果從來你接收愛你都係唔使啦，即係你點樣去愛呢？係好難嘅事嚟㗎。心理學有個理論叫依附理論 （attachment theory）。簡單嚟講就係呢個理論係講緊呢。我哋今日去點樣處理我哋嘅愛情啊，同埋我哋親密關係呢？其實係受制於過去童年或者過去我哋點樣經驗被愛。冇一個刻板印象，即係一定係咁樣由 A 去 A 啊 B 去 B。但係嗰個理論係講緊，首先原來我哋今日去嘗試去愛呢，其實無形之間都係因為基於我哋以前點樣接收愛，識唔識接收愛？接收咗啲錯嘅愛，或者喺接收愛嘅過程入邊受到啲傷害，然後你又唔清晰或者唔去了解，然後就可以好啦，我去愛其他弟兄姊妹，點知將以前嘅傷痕帶去一個新嘅愛嘅關係入邊。
所以我今日想提出嘅就係呢，其實我哋要好好學點樣去願意被愛。你試下想像下，呢度在座每一個人都係你願意開放自己，開放俾弟兄姊妹嚟愛自己。其實彼此相愛就發生緊嘅。喺加拿大1年多呢，人生路不熟，其中一個就係要揾教會揾教會返。咁好多學問㗎要揾一間教會，我就去過唔同嘅間教會，咁最尾揾到一間啦詳細唔多講，如果有興趣私底下再分享。揾到一間教會嘅時候呢，哇！間教會成1000人，同上宣嘅人數都係多嘅人數。咁你喺一個即係一個陌生嘅人去加入一間教會嘅時候，你點樣感受到嗰種愛呢？但係其實我同我太太好感受到彼此相愛。點樣能夠可以感受到呢？就唔係話，我嚟自香港㗎，即係我首先係點樣去關心你啊、愛你啊，好努力咁樣去付出愛啊。唔係，我淨係做一樣嘢啫，就係完咗崇拜唔好走，就係咁。我完咗崇拜，因為嗰度咁啱有啲即係 coffee area 咁樣，咁就有啲完咗崇拜啲人就中意外國教會，又中意飲咖啡咁樣。我就好簡單，就完咗崇拜，我同老婆就係攞住杯咖啡，咁就留喺度。人哋就自然就關心，我就開放自己，有人就傾偈，讓人去認識，讓人去關懷自己。差唔多每個星期都係最遲嗰批走，咁結果我係感受到嗰種被愛。喂，咁我開始有力呢，喺呢個群體入邊去付出愛啦。唔係話你要點樣去付出愛，而係你首先要開放自己。如果你崇拜完拍下籮柚走，咁我幫唔到你喎。你連個身軀你都唔喺度，你點樣能夠可以開放到被愛啊？所以 coffee and tea 時間係要落去嘅，你食唔食都唔緊要，即係一粒燒賣都夠㗎啦，飲杯嘢咁樣。個問題係你留低，但係留低你都唔好期望我今日留低肯定有10幾20個人圍住我關心我，唔係，而係你試下去開放自己，由心裏面俾多啲人去認識自己。試下接受下嗰種愛關懷，然後呢，或者呢種彼此相愛，你先能夠參與到，你先能夠可以呢去愛身邊嘅人。我唔知道在座可能我都有啲見到有啲陌生面孔，可能你都係近來返呢個上宣教會。你諗下咁多人點彼此相愛啊？所以崇拜之後，揾個地方留低嚇。如果 coffee and tea 下面我唔知有冇位坐，自己攞張凳落去坐。即係無論如何，開放自己，留低自己，被愛係彼此相愛嘅 starting point 開始。頭先講嘅就係初入教會，你首先要開放自己。不過呢度在座好多人都好識大家嘅，好多人已經返咗10幾20年、30年。甚至係好核心嘅侍奉者，對你哋嚟講，我嘅信息嘅強調點係咩呢？就係尤其你知道，你知我知嘅，上宣最大嘅敵人係咩啊？就係忙碌嚇。咁我可能呢1年之後有咩嘅，但係仍然我覺得忙碌都係會大敵人。如果你一忙嘅時候，侍奉多嘅時候，你返到嚟一個群體就係功能性嘅群體啦。當你返到嚟係功能性嘅群體，淨係得個造字嘅話呢，你要知道功能性永遠都係同上帝嘅關係性嘅愛係對立嘅。我哋要做之餘，唔好忘記開放自己，同人建立嗰種關係。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係，當我哋好希望我哋教會係一個彼此相愛嘅教會嘅時候呢，我想提出一樣嘢就係呢，好大膽啲提出啊！
人與人之間嘅相愛呢，其實都唔應該係我哋嘅目標嚟嘅。如果你將人與人之間嘅相愛成為我哋嘅目標呢，好虛空嘅，因為人嘅愛係好有限。你總係會，你幾好姊妹、幾好弟兄都好，幾好兄弟都好，你都係有限嘅愛嚟嘅。而若果我哋只係將個焦點擺喺人與人之間嘅相愛呢，其實你未必留得長啲人嘅，人係會走嘅。點解呢？咁又講下加拿大嚇，一個小嘅現象發生喺加拿大，頭先一啲教會一啲時間，就係我哋呢啲喺香港即係去加拿大嘅人呢，有啲教會係好好嘅接待一啲新移民，嗰啲新移民事工好犀利。佢一開始我哋人生路不熟，喺邊度買嘢啊？Costco 咁樣買嘢好啊？咁樣買車唔會俾人呃啊？跟住咧呢個牌子嘅吸塵機唔好啊，嗰個好啊？呢啲資訊嘅交流咧，對於一個人生路不熟嘅人咧，係好感受到被愛嘅喎。哇！你又關心我，哇！即係我自己喺屋企整嗰啲門鎖，哇！原來要有個大嘅電鑽先得啦。咁個弟兄就即刻就揸下車過嚟攞個電鑽幫我轉咗佢，咁就翻咗去啦。呢啲嘅愛，哇！好有感，即係人與人之間嘅相愛。咁但係我想講咧就係咩？如果我哋嘅目標只係人與人之間相愛咧，點解留唔低人咧？就係因為加拿大有個小嘅現象，就係咧有啲香港嘅基督徒去到嘅時候咧，近來開始離開佢第一間返嘅教會。佢第一間返嘅教會可能 settle 咗幾年㗎啦。因為點解返嗰間教會？因為愛啊嘛，彼此相愛。因為當時真係喺人生路不熟嘅時候咧，有好多資訊嘅提供，有好多關懷喺邊度租屋、邊度買樓等等，好多嘅關懷。但係久而久之，呢班嘅人咧，有一啲人咧，就開始覺得喺呢間教會入邊，好似感受唔到被牧養。即係意思就係人與人之間嘅愛好多，但係佢嘅靈命枯乾啊！唔知點解係佢乾啊，即係或者好餓啊。然後呢啲弟兄姊妹咧，就喺星期日咧、星期六就喺呢間教會度侍奉，星期日咧就去第二間教會度聚會得力啊！你明我意思嘛？我想講就係咩咧？如果將我哋嘅希望擺晒喺人與人之間嘅愛相愛咧，可能都仲爭樣嘢，就係爭咩咧？就係仍然即使人與人之間相愛都好，原來人係可以喺當中感受唔到上帝嘅愛。呢個嗱，佢哋唔係一個消費者心態，佢哋係一個侍奉者。已經係一個好委身嘅基督徒嚟，但係仍然都會出現咁嘅狀況。我想提出嘅就係咧，如果彼此相愛係 connect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呢間教會就可能因為人喺長期都 connect 唔到 God， 然後連 church 最尾都唔想 connect 啦。我唔知你明唔明我意思啦嚇咁樣。當人去發現一段長時間佢同上帝即係冇一個靈性上嘅關係嘅時候咧，就會離開。其實類似教會箍唔到人現象咧，唔單止加拿大，其實可能好多教會，甚至可能上宣或者都有添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係要看穿彼此相愛嘅有限性。人與人彼此相愛都仲未夠。都未必係我哋嘅最終嘅目標，而係我哋點樣締造一個空間，讓人可以喺呢個上宣嘅群體入邊咧，去被神嘅愛繼續吸引嘅群體，呢個為之更加重要。唔單止點樣去做啲嘢去締造，或者我哋都要有上帝嘅智慧去諗下，我哋唔好做啲乜嘢阻住神嘅愛吸引。
咁我相信咧，即係講到呢一刻咧，在座嘅教牧同工、堂主任都知道咧，可能咧我不知不覺地咧為上宣下年度嘅年度主題咧做一啲宣傳㗎啦嚇，為上宣下年度嘅年度嘅主題咧做一個助攻下咁樣。咁所以我諗最後咧，我同弟兄姊妹嘅分享咧就係加油，弟兄姊妹嚇，上宣嘅弟兄姊妹一齊加油。同工長執，即係我喺遠方嘅加拿大咧，都繼續為你哋祈禱，繼續嘅去努力，去一齊去好好努力，點樣去成為一個被愛嘅人？點樣咧去成為一個咧喺呢個群體入邊咧，繼續可以被上帝嘅愛吸引嘅教會？我哋一齊祈禱啊！三一嘅上主，聖父、聖子、聖靈，你本身係一個愛嘅團契，你唔係一個冷冰冰嘅上帝，而係一個充滿愛嘅上帝。當我哋越叫越走嘅時候咧，你用慈繩愛索嚟牽引我哋。我哋回望我哋去回轉歸向你嘅時候咧，我哋都感受到，我哋從來都係上帝你嘅愛吸引我哋，讓到我哋去甘心命底咁樣跟隨你。呢種愛一啲都唔暴力，一啲都唔操控，而係俾我哋去自由去跟隨你。聖靈啊，求你去繼續去引導我哋。我哋知道講道人嘅聲音係會完結，但係聖靈你會繼續係喺我哋心裏面動工。我哋盼望聖靈你繼續嘅係去引導上宣嘅弟兄姊妹，願意開放自己，感受被愛，成為一個識得接受愛嘅人，亦都因為願意所接受嘅愛，能夠有動力去付出愛。我哋都盼望主，你叫到上宣弟兄姊妹能夠一同嘅係去努力，點樣成為一個唔單止係人與人之間關係好嘅教會，而係能夠成為一個人與人之間喺相愛嘅裏面係感受到上帝你嘅愛持續吸引嘅教會，讓剛才所分享嘅教會嘅例子唔喺上宣出現。願神你繼續嘅用你嘅慈繩愛索箍住弟兄姊妹，唔係為咗要為上宣呢個嘅名字增加啲咩人數，而係我哋最渴望嘅係見到上帝你嘅愛喺我哋身上生命入邊真正嘅流動。我哋獻上祈禱，奉靠耶穌名字，阿門。